种好像本性是很辣的哈，嘿，基本上辣的。但是也没有那么多辣椒啦哈。懂我的暗示吧？我知道。我把鸡舍变成是饭店的方式再去煮。好棒！每只鸡都还有自己个人浴缸啊。他们有那个5星级席梦思的床垫。哇，我想当那只鸡。你去啊！好好吃哎！你会不会吃太多片呢？才1片2片。我妈都有出别人点起来的情爱，调味比这我们情爱，调味比这我。那是鸡胸肉吗？这是鸡胸肉。我们真的可以开放试吃哦哈。没有。回来。试吃完嫩姜，现在开胃了。走我们客家女神拱出走得到8分，这是多高的评价？真的。退通才地最有力。马萨做的冰皮叶，转，嘿啦，风吹冰皮叶。你秀一下，你看马手，哇，哎呦，你做咩咯？我做嘛家己开始爱用做咯，就系因为今日良主都系推动财体最强嘅朋友哦。一届哦系为到财体嘅人民哦为民喉舌，推动好服务嘅代表。那应该处于吼，哎呦厉害咯！友善放牧的养鸡熬年来到现场了哦。最欣赏友善饲养的这些农民朋友了啊，很有一族呢，堂口南区系你老朋友哦。系啦，来个东道白咯。系啊，当今我看到其他的好，先来分享到今日嘅评审欣赏，以先来分享到嘅系阿资料师傅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资料。两个好，十个咯还有谢玲姐。观众朋友大家好啊，谢玲。先来分享到风吹产水站，系来自桃园太原嘅表兄弟嘅吕维明跟王中伟，分享。太勇敢够，给人家压力很大的。来看一下。白欠了嘴哦，记得真正系老朋友哦，都一直喵你通路嘅姐弟档，记得系戚蜀俊、戚汝峰，欢迎，有面面哦，上白系到哪道啊？都投过驱动工。对，那天可能好像下雨哈，下雨天你都记得，因为很惨啊，买件啊，买件就安用天啦。好啦，来看哇。马上会选第一笔吗？第一题哦，五线题类啦。对。要七卡座位吗？那迄七家乡的鸡去提点的。谁养鸡？那也得用的。哇，你很年轻吧？好香哦。算年轻吗？对。你几多年次哎？我83年次。哇哦。比俺还大后上。我冻笋呢，冬笋，而且我是自己几乎每一天都会喝一杯低基精的，拿出要冬笋哎，真给米奇冻后，这边有加太多的调味，对不对？就莫加水，莫加水，全部会100%，100%。但我比较好奇，公鸭跟黑友善饲养，你很用友善饲养呢？跟他交朋友了，记住风给放养哦，不要给他有压力。嘿嘿，手机叫的，让我老记给来做成低基精。西藏烟，4个月内他都是快乐生活的。而且哈，唐公为民呢，还对外国土俗转了，才接手这个城市牧场。对，没错。城市给意思黑工，它是在哪里？因为它的地应该要够大才能放牧嘛。对，我们在桃园大溪，我们希望大家可以直接到现场来认识我们，然后可以看到鸡在前面跑。对。所以俩低基精哦，算是你自己研发的，然后。该做点野菜吗？可以入菜，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可以加到宝宝的粥里面，或是老人家比较不好吃饭的时候，可以到他们的副食品里面这样子。对。等一下将来做菜噶好好的讲好诶。有可能记得有今天的做菜就有加这低精精，我大胆假设。没问题。有吗？哪里有加？桃园大溪有加，我们体大概有一种又到国外的感觉。对，你都在讲马改。对啊，因为龚进温他顺啊，慢慢。能够正经懂后生，真的非常纯。韩国跟某项目哦，代表他的技术有提炼的很厉害。我揽出两片面，又带好些来了嘞。那铜锣清油名、清油钱的法版，清油钱，不办啊，是的，不办。而且听说这个是不是 7-Eleven 专门就买？有，一还基本你早上做诶，来露营之前特别去买了一个不像太嘎实嘞，一定不用隔天汤啊，早上做很软。很 Q 哦，那个木头面很香。对，加手工制造诶，嘿啊。然后这个铜锣一定要买一袋。对。
周亚在录2地吧。乃是我输好啊，刚才就小改讲吼，咱出两片，你的好朋友，最重要是玉峰哥，佢本身呢就是为民喉舌，上面的代表，对，送伴侣家就做代表，他嘛，对呀，就像讲哇，你有升官发财，你有爸爸，恭喜！恭喜！恭喜祝使你得金钟奖，哇，那是一定要的。可是哦，动有心啦，因为这个民意代表挺开，真的很累。二兵太敢来争气。哎呀，等一下做出来时间10个月，让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几年为民喉舌的一些小故事，好吗？好，安子。因为准備好了哦。好，兩組都準備好了哦。冇問題，兩組呢都帶定動動嘅故事、老料理嘅功夫，我嚟老太車分享。不過到之前呢，先來看一下今日嘅挑戰賽。向前變看啊！這一關會用神奇嘅方式來考驗兩廚料理嘅基本功有幾深，還有對食材嘅認識有幾多。當然，不看人之間嘅團結合作，咪係當重要嘅哦。大家準備好嗎？一家之主準備來 PK 咯！八寶箱要出來嘅，到底呢度今日有乜嘅挑戰呢？好，今日嘅就係基本功啦。講到基本功，我想看一下我考驗大家咧。第一回合我考驗大家就係倒功，第二回合就係熟圖。想到咧倒功到熟圖哦，分別派一下自己的代表。第一回合代表搶救位，我們最會養雞的。來，我們刀工超厲害的素貞姐。維明平常有在做菜嗎？偶爾會。還是我問一下女朋友就知道了。也可以問他。我相信蘇俊娜這熱鐵冇問題，刀工有什麼考不倒的？3、2、1之後打開了看一下，都到嚟考驗埋解。好，來3、2、1搶開改，來，嘿嘿，放下去。放到下面。好。看到你3000秒咯，如果看到你誤判的，到底會做乜嘅咧？等下吼，兩喙嘅代表，我嘴夾用肉片鋪到你誤判，鋪到黏來，所以讓大家提示一下哦，因為切到吼緊鋪，啊就緊摸中以為鋪到黏，所以緊碰才可以把黑盤鋪得滿，好不好？但是我們待會是比速度哦，哪一喙線關係鋪到黏的，看不到空隙該嘴 catch you。3、2、1，你講中文呐，給他們是啊。還是3、2、1。OK， 好。OK，Ladies and gentlemen， 3、2、1 ，set go。好不舒服哦。放這。哎呦 ，Annie 展說到現對版哦。對，很好。莫按判哦。哎，那個主持人的手是。我手癢。哎，主持人的手是。手痛。一邊弄一邊排，不能看到黑色哦。哎，你給展示還是圈幅線挺好的，挺好的。但是我們是最先完成鋪盤的哦，它已經鋪一半了，姐姐。來拼拼，它已經鋪一半了。不用緊張，切薄一點。我來，我也手癢，我也手痛。哎，我沒有擺的這麼誇張吧，張伯謙。用個塞咯。張伯謙，我沒有擺那麼誇張哎。沒有要自己。你這一得真的要不要考慮一下？好，很好，我們大家可以用皮鋪。不要再插手。好，最後一里路靠自己嘍。最後一里路，他剩一點點了。姐姐，最後一塊。銅鑼的代表，要順筒的很，要鋪滿。對，完全看到瀑布哦，完全看到瀑布。來，還有，哎，我們算停了，我們到了。好，停。啊，同時。對，算同時，真的算同時。我就要看一下哪一組有空隙，是否對去問一下。這已經沒有空隙可言了，不能呼吸了。但是等一下，師傅，我先講一下，這個空隙是從這樣子看。好不好？莫恰那樣看，對不對？對不對？對。那我可以請鍾偉看嗎？因為他最高。哎，對哦。師傅應該沒有空隙吧？制高點哦。要較早吧？要嗎？要盤較早，因為你要重複來。來，我們現在來算面積。你要盤那按度。盤那按度，其中要給它盤位沒有，沒給它很多呢。你看，這樣，厚薄沒差，對，厚薄沒差，那就是這邊贏了。這邊不是我覺得其實因為同一個點，而且其實兩組都鋪得滿，我認為應該是平手。公式材啦，2片還有5哎，這樣看下去，這邊真的是比較少。但是如果以厚薄的話，厚薄是直接薄，這邊比較厚。這遊戲規則，張伯謙要不要再說明？沒關係，我們藍隊3、2、1，沈夢怡來預備起。沈夢怡，開心。
好了，没关系啊，比赛就这样不公正。任务来，刚刚谈到两家配合先暖。代表讲话一下，代表为民发声一下。我公正公开嘛，哦。相信金钟主持人的。我也得过啊。好的，拜拜。体育配合偏偏，咱最先略得到日本。我只是没有像那么丰富讲。等一下，还有天嘅配合更加快。好，然後你馬上嚟講下天呢比下比嘅係就是屬兔啦。講到屬兔吼，就看到竹燈嗰條玻璃才絲吼。重點比嘅拋玻璃才絲嘅屬兔。那我們限只有60秒時間。60秒地不會多，看哪一錘拋嘅絲嘅重量下重下多，我們最後克數最多該錘讓得到幾分。好，來，3、2、1，繼續開始。加油！其實從這邊比較難吧，對不對？從這邊比較簡單，這邊比較難，你要從對。太偏了，冇算哦，只有算4哦。慢慢的說，唔好說人家，唔說人家，唔會下樣。對，其實慢慢按用拋，一掌會衝。翻過來這樣拋，它衝是的。對，它衝也對。對，像是刨地瓜絲。對，它把外面嫩的先拔。對。地板很硬啊。去台表呢？係咯，呢係玻璃才絲台表呢。30秒可以的。你不要沒花到。我先講我太偏冇算哦，師傅。只有4掌會是算哦。地位讀下就數，地位讀下就數。再繼續。堅持。6、5、4、3，用力，不要放棄，2、1，起點到收停下來。停。好，唔怕，因為師傅下共決，我們先來請師傅去就位。現在緊張了，因為剛才玉峰哥好快，哎，現在看得出來中偉也好動，但是最後的結果還冇停超高。對啊，中偉我們站回來這邊觀賽。係的，叫中偉。藍水線哈，有沾表的細的可以了。這也算。就慢油哦，你片真動油哦。也較粗啦。我們沒有比賽誰比較油吧？冇比馬薩卡油，但是油點就係講一口那下豆掉。你一直，我公平、公正、公開。那你等下那個可能會整碗拿出來。為什麼？我們很哈出來，哎，他這個都不算了，你看他。對啊，那個不算啊。有幫我錄進去哦，有哈。好了，差不多是這樣了，99了。叫聲叫劇，你下吧。一陣風吹，你聽太低。唔怕，因為阿兩個比你還嚴挑。這個我也不要，對不對？這個對不起。不是你要不要，是我們也要看呢。玩個遊戲玩成這樣，到底是誰想出來？嘿啦，這種雪玲姐都差點要戴眼鏡了呢。我有帶來，我有帶來啊。師傅啊，沒有要比喻，我再一次講。張寶健，你憑什麼挑我？我要做一個比對，來，你看一下哦。我剛才有挑你的嗎？贏了。有啦，就這樣子啦。風吹的成績係109克。好啦，多10公克，恭喜。係啦，哎，假使你阿冠冇半幾樣哦，他等一下就沒有選擇了。好啦，嗰時候呢，有一關 PK 賽當中，馮翠樓男主角角得到1分，剩下來呢，看下謝靈芝到底係屬兔也係呀嘅？多高？沒有啦，搞問謝靈師傅來搞，睇下亞洲料理咯。XO 醬好像本性是會辣的哈，對，基本是辣的，但是也沒有那麼多辣椒啦，哈，總有的暗示吧。我知道。米要同日本番薯即係相安嘅。係啊，朱皮啊，我一煮調米溫番薯整得。沒有，我就調米就好了，不會溫番薯。主廚素魯菜。今日呢，輪到人哋啊，謝靈芝帶來好料嘅老大茶分享，菜名係乜嘅呢？客家素菜米奇莫。米奇莫用味係素菜呢哦。用炸。來，小介紹食菜。米奇莫。好。用素素呢，唔係忌嘅。好。你啊，辣椒嘅我要用朝天椒，個太椒，個啲長一點啊，全部混醬冇見色。嘿，個啲蔥誒。演習誒。嘿，演習嘅係等下標盤嘅面檔嘅。個啲水餃皮，係等下要做碗。哦。要做碗。你啊係苦茶油。你啊係麵粉。你啊五步誒。你啊干貝，你啊五步嘅老干貝啊，攏有浸過米酒嘅。
你迄个炒好的， XO 之前炒好的 XO 酱，你迄香油，啊，你迄膏药，你萝卜干，主要的灵魂的萝卜干啦。哦你客家的萝卜干。嘿，我俩是苦茶油啦哈，我用苦茶油来炼干贝酱。哇，会不会太奢侈？唔係。哎，体检版款填充自己做 XO 酱。对啊。你下炒滾咧冇按入味啦哈，炒過程步驟本大家看，本大家看。平常都不卡炒到底。要炒到佢下走水哦。走水。你下炒下走水。哦，做完咧哈。做完啊用炸卤，你下落炸卤，洗炸卤誒，油滾，你下就放落去，等佢用湯匙鉗。哦。嘿，用湯匙又鉗到。偏絲皮沒做得。偏絲皮沒做得。偏絲皮沒做得。啊，然後從佢放落去，個膏藥放落去炒香啦。哎，大家會自家炒 XO 醬？會。買一樣旁邊。可是不卡炒 XO 醬會不用膏藥啊？有。客家味 XO 醬。哦，哇，好起來哦。咩？你炒下走地位，膏藥炒下走水地位啦。那萝卜干有没有说要它 Q 掉诶？冇，你係講嘢呢？你係講嘢呢？太新鮮咩都唔得。太新鮮就會熱辣鮮。哦。你炒起來我又加蘿蔔香，蘿蔔乾的香。你看顏色冇空樣。嘿，你係講嘢呢？誒，蘇俊這味道哦。我做樣嘅，有傳統。我會做，可是我冇用到蘿蔔乾過。哦。對。杭白做的吃寬嘛？好，冇問題。哇，辣椒要放那麼多，張伯謙最愛。XO 醬好像本性是很辣的哈，嘿，基本是辣的，但是也沒有那麼多辣椒啦哈。一般油辣，懂我的暗示吧？我知道。跟嗆人不會辣的哈。嗆人唔會辣，你嗆人是不是像糯米椒啊？你係鹹色啦，我上鹹一啲色落去。因為又像是洗燒烤的，其實這些都在綁糯米椒窮下去。但是這個是青辣椒，應該不是糯米椒。不要我試哦。你可以試試看。你全部切油油的哈，就可以下邊嘅。哦，凍好寬誒，風嗆哎呦。可豆腐卡那個唔係平底鍋這樣好做嗎？同樣好做啊。哦。其實豆腐卡吼，炒吼，都炒下擦啊。啊，你下現場炒，可能都有時間的問題。啊，你五步用完太哦。我浸過五步的啊。我浸過米酒的啦。哦。我超愛吃。我全部浸米酒。較香啦。嘿，佢唔會按要除數片啦。哦。你睇時間的關係啦啊，我就按你並步驟並落去。啊，豆腐卡會炒到金黃。嘿，我卡就炒到金黃色，你睇炒味係香對位哈。也係油蔥切下做誒。紅酥。嘿，紅蔥酥。干貝醬。講油醋。干貝。那個係要浸過係嗎？嘿，全部要浸過，浸隔夜暗鋪，全部未當過哦。係啊，對，玉鳳哥們都充電咧。嘿，用誒。對，有冇不用香菇啊，老師？我冇不用香菇，我今年冇不用香菇哦。不用香菇太香喎。同樣係要不用油蔥酥啊。哦。香菇我留油蔥酥過，對啊，干貝味道強走。哦。嘿。像維明常常在外國啊，這樣學成歸國之後，應該很少吃到這種正宗的。很少。所以我現在很期待。哦，你自己本身是客家人嗎？我阿嬤是。那你就是啊，你就是。對，但是就是沒有。你有像他這麼客嗎？講中文都你就是啊。哎，你鋪魚來咧？嘿，鋪魚係食燜飯醬。炸後這樣呢？哦。一人一個碗，真的是大材小用。大材小用。你在那邊啊？有冇？哎呦，加面前木落去，哇，也給食得飽哦。因為你剛才開窗的師姐講的係酥脆蜜奇木，嘿，真啊，蜜奇木炸過，窗面的卡哩啊，真的，蘇真情軟啲，想象的，我會用一啲湯，叫麥香辣湯，嘿，軟啲，哦，蜜奇木還會炸，哇，出出有拉功夫誒，我炒較久一些咧吼，佮炒出來香味當足，較香，因為時間的關係，我一天必須要較夾到的，要有熟的啦。成本較高的人就是較大條的干貝啦，不用較大條的。哎，真的，大家還是又挺妙的啦，上飯開片。你來東家嗎？這個醬香就好哎，冇問題，這不是錢嗎？你都講要預約。充電沒用可以哦。哎，真的要1個月前預約哦。對，所以現在比較好約了。3個禮拜。
我7月份就退休啊，退休就调去。你会对以为这是客家界的大事哎。嘿呢，没啦，我这个上班的提供啦。哦，优子演呐。优子演啊。他懂哎，我想客新闻要去专访一下呢。真的？那你要来上我们节目？可以，回来啦哈。可以，一定要的。传承客家秘籍耶。除了胡椒粉，跟东西要熟。还有给煮的东西冻烂。对吗？给面煮的冻烂哦。客家小辣椒呢？可雪玲姐，请问说，你看尬辣椒和尬夫掉，这还算一点点，对，它有收敛了，它有收敛。好了，我来发挥一下了。好了。哎呀，雪玲姐的炸米奇末，来米奇末些题目啊，帮大家。我米奇末用一滴滴的粉的落去，是这麻粉。中筋面粉。中筋面粉，好，做得。好了，客家谚语啊，外酸唔外醋。调蜜弯番薯黑马的意思 ：A. 容易上当受骗 ；B. 做事不经大脑 ；C. 聪明反被聪明误。好，那我们选讽刺的两区派一位来先猜拳，好不好？2位最高的来，2位最高的，剑斗山头布，耶！哇！不敢相信。也不是跳跳啊，团队耶，但是团样的，但是不一定团队啊。因为我们有可能上当受骗吗？玉峰哥先来先。好。蜀晋真去谈过吗？有这句话，那你跟玉峰哥说。哪一题讲呢？跟我讲的小的空调。好，是什么？C。确定不换哦。不换。好，来红队呢？A。那要不要听我的建议一下？好。D 吗 ？B。我想问你为什么想选 A？抹糖沟。抹糖沟，那听姐姐的。好。你们选 C 嘛？好。你等一下会不会不小心错，然后玉峰哥又一直狂笑？他如果选是 A， 我就只好打自己了。好，到底答案係哪隻咯？答案係 C， 聰明。啦。我哋唔係 B。絕對不會是 A 啦。係啦，我做乜計呢？其實意思講哈，外酸雞，但是不會籌劃。對。啊，所以調味，它溫度會係番薯。哦。比喻人呢？酸，當會酸，當厲害酸，但是前後還會吃虧，聰明反被聰明誤，而且。蜀晉真咩啊？用上嗎？對，我想講米要同你溫番薯才香昂誒。哎呀，這比啊，我煮調米溫番薯整得強。沒有，我就調米就好了，不會溫番薯。調米沒調番薯。對。OK，哎呦，差唔多了。破豆僅要素菜呢，幾位食油嘛？我有了，我食油，因為有油溫。這個還要加進去？那你炸唔嗰種咧？啊，你還有米稀。還有米稀啦，這已經很酥了，有酥了。真的糖都給上癮。有哦。生意哦，個油怕凍唔落去哦，吼。沒有。師傅，你還有二炸嗎？這個是。等一下端油的人，請務必小心哦。要小心這。對。端油的時候先講一下要端油，不然會撞到。看一下下看，你看，刷哈。會不會你是那種火鍋鍋還有澱粉就可以散掉了？但多的會是油吧？可能有效果多一些。你想減肥對不對？也個佢炒好嘅料誒來表達。好。很澎湃哦。哇，這看起來很像那個馬尼普里。幹嘛東西？就太貴了，印度料理啊。這道菜很厲害呀，盤呢看起來也是比我們多水哦。對，一定的。哎，我的那個香菜呢？有點會點綴一下就好了。水嗎？要給他吃一下水。給他一個碗嗎？應該洗下水啊。鍾偉知道現在這個步驟是幹嘛嗎？搶出來找它，所以一些水氣就會比較回春，會看起來。哎，我們今天結束會考你課餘先講哦。好，我現在在努力學。客家蔬菜米奇末，安用去後生咯。我把雞舍變成是飯店的旁邊再去煮，好棒！所以每隻雞都還有自己個人浴缸啊。他們有那個5星級席夢式床墊。哇，我想當那隻雞。你去啊！溫姑媽都有出別人點起來的情啊，調味比這樣的情啊，調味鸚鵡比這樣的。哇，
谢林师傅真嘅懂厉害哎，要出来先本撞上厉害。天虫粥要给干贝酱哎，系啊，唔是看可以来看到，一定要看张婆先一口吃。我先把辣椒夹出来好咧。没有，我说你不要一口吃。来个大家平胸一下。我要吃快点啦。对啊，用那个快乐哦。这个 Q 感，我觉得可以跟那个 taco 比，你一下印度，一下墨西哥，对不对？很像。以为下不会用那多利多斯啊？哦，对，会不会变沙沙酱？我们就变客家版的。臭，对吗？你们觉得好吃吗？非常好吃，真的好厉害啊！哇，不愧是大师，回民宫非常好吃，非常好吃，非常好吃。咱们去个，保护色一还有加一还有。刚刚素水很米细浓，但是下面的为什么还用够？对啊，然后给跑都按讲按呢，真嘅冇简单呢。师傅你做用版呢？其實炸過嘅米奇莫哈，那披上嘅差不多當強嘅，人家客家 SO 醬。佢在米奇檔搭配，嗰個要馄饨皮又脆，佢在口感就是酥脆香，所以防護色的利用出來。真嘅好，睇起來慢慢有拼手，唔過你要先鋪一下成績。因為目前呢，紅隊跟藍隊是1-2，估算你風吹，我們要加油了，好不好？馬上來進行最杯米館嘅挑戰。家家出好菜，兩嘴做定自聽嘅題目，啲寒天嘅時間，做出一出最上癮嘅好料理。無論係傳統嘅，也係創新嘅菜式，兩下夾夾拿出嚟嘅好本店，一家之主好料嘅愛點上做咯。最杯米館家家出好菜，兩組都帶起自家嘅秘密武器來哈。先來看一下風吹帶來嘅秘密武器係乜嘅？阿婆的宮保醬，哎，很厲害耶！阿婆的宮保醬，所以你係阿婆做，也係阿婆教你都要做誒。阿婆教我也要做誒。哇，宮保醬，我冇聽過哦。係啦，嘅地步係做得講嗎？裡面大概是醬油膏，然後那個醬油是阿媽私釀的，哇，然後醬油膏還有糖，還有加一點點我們自己煉的雞油。哇，對，這是重點。好，但很期待。唔過用阿婆做嘅一個宮保醬，我來做嘅料理，我都買個名呢。阿婆的宮保雞丁。哦，我大膽假設，自家修改蓋兒那個雞丁就自己養的。對，去家學嘅。哇，真嘅懂真的，很有味道。來，最杯米館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哦！加油！今日咱嘴帶來嘅秘密武器係乜嘅？滷味嫩腳。也很有默契耶！合唱團呢，姐弟，而且我哋啲今日有訂貴嘅咧，那個啦，椰嫩漿啦，味道你做嘅對啊？啊，講貴你咧啊！自己做的吧？嘿，對，去解。啊，做乜嘅想講盡做嫩姜係秘密武器咯？因為有啲人哈對姜嘛，姜是那個辣味、嗆味，他們不能夠接受，跟他就希望給醃一下下，改變它的那個嗆味，加了檸檬汁，有一點點的酸，然後加了蜂蜜，有一點點的甜。哎呦，啊，今日兩套菜我做出嚟菜名按怎麼改？阿婆嘅鮪魚炒牛。哇，阿婆今天很忙哎。對。因為阿婆嘅宮保醬，然後你們這邊是阿婆，嘅鮪魚炒牛。跟你像七個阿婆，跟你像王跟呂，不會是同個阿婆吧？不同的阿婆，那真的超忙哦。姊妹聚關，要信心冇？要，加油加油！用脆都已經準備好曬，馬上來倒算3、2、1，搶開始咯！搶開始咯！啊，都兩組都在找刀子，好有默契哦。因為我們棚內啦，跟台北係外景啦，大家冇熟識。但我很好奇那一對的原因，是因為那個鏡頭可能要重新看，他們鏡頭拉很高，你想看？可是我們不確定它到底多高，你去當比例尺好不好？我願意，好啊。我是180，導播我是180， 169，所以你應該是220咯。188。哎呦，你這樣講出來我就你不要爆這個爆香。對，給蓮花椒油，好美喲。給蓮花椒油，蓮花椒油對。維明，這個雞油是不是就是你滴雞精提煉後來存出來的這個？沒有，這不一樣的，這個是雞內本身的雞油拉出來之後，我們去自己去提煉的。那我想知道為什麼兇惡按鈕回來做這個
这个事业呢？应该说刚开始，因为我在纽西兰跟澳洲读书，那边是农业大国，那看到台湾的这种传统产业有点慢慢的算是有点没落，也比较不被看重。我想要看就是让大家可以了解这个产业可以不一样。对。刚钟伟有谈单一起做吗？有。感觉。所以你们现在2个一起做合伙吗？凶杀做。那你不想黑做吗？该的。上班族。一般上班族。不过养哈了做按用跟友善饲养的低基金，按用做几多年呢？你们品牌做？我做了5年了，对，这是我的第5年，刚回来台湾第5年。哦，所以已经转来是快起来走，动力是。对啊，而且给们风一分发呀，要把台湾的低基金行销国际。没错。雪玲姐，讲真嘅，人家给油料不稀版，看起来给什么？什么东西啊？它的颜色我刚以为是蛋液耶，真金冻浆，也就会给浓厚。钙油哦，耐高分吗？耐高分吗？记住高分炸出来的东西，所以可以。通过油本来就耐高分啊。这样子做5年下来，现在已经开始慢慢有回本了吗？对，因为我是承接，我是第3代接手，对，那是一个翻转一个更新。你有做什么样的改变吗？因为我以前是读饭店管理的，我把鸡舍变成是管饭店的方式再去经营。好棒！所以他们是你的客人，他们是我对5星级的客人。然后盖尔准走黏他，哎呦，哇，果然他很友善。真的呢，他把鸡当成是他饭店里面的。他们每只鸡都还有自己个人浴缸啊。他们有那个5星级席梦思的床垫。哇，我想当那只鸡。你去啊！我刚开始回来第1次的改变就是把鸡场做到没有臭味，然后他们的垫料是非常的柔软。好棒！但是你跟爸爸沟通，他会不会有一些传统上面的坚持？刚开始会。那因为他其实没有做这一行，他是做电子业，我是承接爷爷到叔叔到我。对，那刚开始从包装上面就有一些分析，他们觉得说不需要花这些费用去做包装的改变。那这个叫做什么名字？低基金？我们叫做欧里鸡，是我的品牌，是从英文的方式来的 ，origin。原始的，所以我们是用原始的方式饲养，那原始的生产模式这样子。好，支持，一定要支持哈改。好，我们等下再回来，加油哦！好。哇，两轮姜热天，哎，加下就电动球的。是，可以吧？可以，而且。这个先试这个是生的，好好吃哦！你会不会吃太多片呢？才1片2片。低卡路里耶，你别不用桶哎。柠檬糕，它是碰柠通。檬汁糕红桶。某个叫甜到算动使然的。对，你讲那个柠檬糕，碰通。红桶。你没吃过红桶的对不对？红桶的热量它大。而且它本身有一个酵素。对。你等下选不出来会用吗？它没有那个辣的那个。这个三喜啊，就是姜喜、怪喜、公牛喜。对，所以说三喜炒牛就是这样。对，然后豆酱哎。然后这个呢，俺会加一些那个莲藕粉，给它肉质本体软化一些。莲藕粉。对，俺用莲藕粉。用莲藕粉哎。对，俺用莲藕粉，然后呢就加一些那个味淋。我就没有再加醋了。对，这个加一些的特油，就是这样很简单的一个调味。有点照烧的那种。对，然后这样就好了，然后我们就要开始了。热油开始了哦！哦，期待。等下有点少油哈，那我去对面借一下机油。好，你们有多的吗？没有哈，友善。那我真的去借喽。那我家再不用，用我们这个就可以。我苏成绩压一包的后吗？我上次是俺寄了参加哦，我上次是在旁边当观众。对。你都年纪了，还没让伊翕起来哦。对。立峰哥送拜来，迄几多年前？前年111年9月份。徐东公那个。一董某涵。哎，刚才问讲，就是你服务人民的那个故事有没有讲起片的？的人民为民服务嘛都有数几个唔见起来的情爱，调味比这我们情爱，调味比这位。那你有感受到？代表大家真的很信任你耶。都还有哦，因为请就感觉有办法解决。对，信任。对，就还有遇到说你讲的
劳资纠纷那一年，对，而且一般肉质的它懂，那边后面有产哎你们可以用大只的。皮皮调解上法院，就叫做抹钱呛律师。对，嗱，而家正經董事有看到用正經嗰邊人民服務嘅代表誒，對啊，做得人啊沒有啲視線嘛。那附近我都沒有練，我都同同樓。樓嗰年還有腹肌。沒有練是懂人才，很謙虛。用強勢嘅嚇。哎，對，我先不用一直在講。哇，要運動輕鬆，剛剛雪玲姐送一些剛剛豬羊啊，就上到不用要講嘛。不用姜嘛？姜麻新鮮的，如果不用叫呀，顏色冇咩豐富，有點暗色，所以買姜麻然後寬的散的東西。哦。就看肉姜顏色比較深，嫩姜跟空姜。就是嫩嫩的。對。向面代表是從你愛用動物煮哦。唔會啦，其實這個差不多煮，媽媽的差不多煮。然後最小，那就會吃。所以你講你有解阿姐？唔係，有5個阿姐。他有5個姐姐。我記得佢當到阿姐啊，對。那差8歲。所以最近的，最近的也差8歲。青島差20歲。哇，青島差20歲。都走阿妹跟老大，跟老大。你是寶貝哎。通阿爸通阿妹哦。爸爸媽媽感情很好。天哦，所以你是不出來。對，我們等下多多進來哦哈。好。韓子哇，哎，你用他走台菜呢，宮保很厲害呢。他們會做料理吼，真的。你剛剛瀝的那個花椒油，就是為什麼要分2碗？啊，這個不是，這個是另外，這個是特別用雞油煉出來的花椒油，然後這個花椒是大紅袍，哇，很香呢。這個辣椒是我特別請我在四川的朋友幫我寄過來的。哇，一定要被比賽嗎？為了這次比賽。為了這次。哇，這真的坐飛機的那個辣椒呢？師傅要加分吧？唔過嘅順康嘅肌肉係冇。肌肉已經。我想對跟你的肌肉打個招呼，可以嗎？可以。我看遠遠看好漂亮哦。好漂亮。你看，那是雞胸肉嗎？這是雞胸肉。我們真的可以開放試吃哦，哈。沒有。沒有。回來。要動輪呢。過來。雞胸肉為什麼可以看起來那麼嫩？再說一次，這是紅隊的地盤啊。對對對。試吃完嫩姜，現在開胃了。你開胃了，我要不要吃看我們大紅袍？你說坐飛機了嗎？好，沒關係，我自己坐飛機去就好。走得穩，我們客家女神拱出走得到18分，這是多高的評價？真的。試吃完嫩姜，現在開胃了。你開胃了，我要不要吃看我們大紅袍？你說坐飛機了嗎？好，沒關係，我自己坐飛機去就好。等一下，我用油先做乜嘅？用個油去煸嘅太蓬袍，最後會把它撈起來吧？會煸。對，先煸辣椒，煸咪香了就出來。可是剛剛有講到也係阿婆嘅宮保雞丁，阿婆就是這樣做的嗎？對，他說這個辣椒一定要泡水，就是這樣才會夠鮮紅。哦，哇，有先請教哦。對。師傅看到好像也愛有型哈，真嘅冇簡單。而且80幾年次哎。83對不對？83。兩個都83。那跟我一樣啊。你38吧？難怪我們看起來蠻像的。對啊，我們看起來蠻像的。你是38歲不是嗎？不，我83的。發了部分。83歲代表講29，今年會30嘞。今年會30。30有沒有對自己人生的一個展望？穿太前。好，賺錢才能幫助更多人啊，對不對？對，這是我剛回來的一個人生目標，因為我想把好的食材提供給人，那這才是真正的幫助人。對。完蛋，我心中都有點偏紅隊了，牛軋山哦。歐里雞。對，加到我們的鍋子裡面。哇，怎麼看起來很好吃？我要吃2塊。你剛剛這個雞肉是不是有先裹那個粉？對，我有先醃過。難怪看起來遇到把牛丸用。這看起來很好吃哎。那等一下就是要再加我們的秘密武器。還有秘密？是這個嗎？就是這個，那個醬，這個醬，宮保醬。那個是阿婆特別講說一定要加這個香油。他說雖然一點點，對，然後還要我的醋在這個。但是你要上面香油的時候，你要注意一下哦。幹嘛不調？會不會太油？我們就這一點點就好。因為吃東西要用吹一斤，壓下一斤油太油一點。我記得龍哥就講過一句話，因為你用用布牛，所以補充給它油。今天呢，阿婆教的料理一定是沒有問題的。哦，補充題材。
加油哦！最后这个就是宫保酱嘛，对不对？刚刚我加了宫保，已经加下去加进去了。加油！好，好，好吗？好嘞，我们最后面呢，青黑不就把怪席用捞皮，对，然后再一点气人叉，也不用捞皮，然后辣椒呢，辣椒味一点点，给它颜色漂亮。最后面我们的秘密武器就不用捞皮了哦，对，下饭呢？对。好，然后等一下撩起了，不用要盘的，红做做的嘞。摆不你酱来就好了哈。嘿，好咯，刚刚用的你来倒酸咯。非常厉害。好，跟着马上来倒酸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，马上出来试试看那最本美馆都带奶煮嘅料理，较沾到咯。凉水呢，做位呀嘅阿婆嘅料理，帮阿婆一个掌声。阿婆上面哦。而阿婆安去做料理呢，张元你客家米是做传承啊，好冇？好，先来试试看那风吹嘅阿婆嘅宫保鸡丁。哎呦，这个鸡胸肉好嫩啊！假使莫讲嘅香不香，要选不出来它是鸡胸肉哎，而且有真有花椒油的小米，很香。自己有满意吗？还行，还不错。南吹知道牛板呢？不是，牛浓我是。哎，你那最近做的是香香哎。真的好好吃哦！每一个食材都很健康。对，懂悠闲的时候，都很快乐。所以我们吃的也很快乐，吃的也很快乐，这样才会长得跟钟伟一样高。我可能应该来不及了。你来不及了，学姐来及哦。有机会啦，因为好了，那看下3次，对。嫩酱的炒3次，蓝的看这猪肉就超好吃的。也很快乐嘛。我的紫苏哎，你们的真的超厉害，但是我们的真的略胜一筹，真的。都好吃，都好吃，对。然后我们的怪喜也是自己种的，对，还有气人肠。你们的嫩酱哈，紧紧又走出该秘密武器的高度。因为本身哦，两头水是非常好咸，但嫩姜的那个酸跟鲜度有惊艳，好吃。你们吃到牛板呢？好好吃哦，东西他们俩称赞别人都很真诚。对啊，这真的很好吃。真的都很好吃。而且为什么要剃头跟熏头哦？脖子应该很硬，很酸。我说你啊，怎么了？我还好，我就只有看到他名牌而已。因为该好蓝水的都是凉粉，风水的都是热粉，但是最后师傅的评分真的会非常的刺激。豆奶奶就会让今天他们地参考一下师傅给评分了。印象了，因为哈呢，风吹到南吹，目前还差1分。师傅都大家注意看，要的微辣的，还是有点其实姜也是另外一种辣，另外一种迷思哦。大家吃上困难咯。先来风吹向分数。我老实说，观众朋友，你给你留个40哦，他们都没有给出满分。包括本人妹妹给妹妹不赢呢。嘿喏，这是很高的评价。你下蓝水嘅压力来了哦，我们真的要深吸一口气，来，感受一下，参考一下蓝水得到几多分，全部分数。哇，真厉害！做乜嘅講一下？志良師傅先講。涼水做的非常好啦，因為嚟做整件攏有阿婆的米絲，我卡米絲哈。尤其啊風水嘅花椒油做出來，好，嗰個雞油嘅小米，嗰個天然嘅雞肉凍嫩，好，所以係俾滿分。啊，鴉片藍水咩樣樣，薑絲炒到油豆米，嗰個怪是有米絲，嗰人肉咩凍嫩。啊，家本來想講人中央英國嘅凍肉，結果一說又唔好有凍嫩，所以鴉片係咪不給滿分？所以做2片都6片都10分好，謝謝，謝謝。是林姐。風吹繞南吹涼吹，整件凍沙皮，今米整件大透明啊，涼沙。整愛今米是按多料理做了一下吼，涼沙因做的料理整件非常好。風吹的玻璃雞整件厲害，那個雞肉唔會柴柴的，是魚嫩嫩，感覺很的夾啲啲的，有一啲啲米絲都還好。乜解？其實宮保雞丁嘅
咸淡甜酸啊较重。较重一些些咧，跳米还唔拉痛，唔拉重一滴滴咧。啊，不过今日做来真严重。你讲你唔会放番的花，大枪色做的，放酒放番的花，你啊用吹不能吹，放酒放番的，所以讲迄米丝加时咧会咸啊吼，咸啊蛮烦，吼啊，但吹咧要今日做来要真严重吼，人个姜丝啊。cái heo bấy炒的cái姜丝有2张米丝，2张米丝就有做出层次感，啊，个cái煮肉嫩嫩，啊又唔会痛咸，100分的。走day food，我们客家女神拱出走day 到100分，这是多高的评价！真嘅，恭喜凤翠到蓝水咯，马上你就有颁奖嘞，来，凤翠来给送上。做料理啊一件事情哈，所以你用心了就会发就一定会得到太子家嘅满意。等下成绩已经出来嘅，凤翠得到嘅系7分，那么蓝翠得到嘅系8分，先来恭喜蓝翠咯。好，蓝翠看来到韩国白日后吼，你看得到奖金实至名归1件。Andy 凤翠咩动厉害哦，得到嘅又系原矿不沾锅具组，来。嘟嘟好几3张。其实呀，都这个机车当中啊，有厂商要展示料理啊，咩下嘅包括懂声用。好，来看一下哦，苏俊拿这哦，上摆系到那个摄影机后面，看 Andy 家己架子住，2摆系真的摄影机前面来参加，就马个冇强用哦。来啊，现场参加就较紧张一些咧。啊，不过呢，做对办客家文化带入来，我知道系一定强嘅。嘿吼，安志生，恭喜！安志生，谢谢。玉峰哥，身为一个乡民代表，拿到奖金，然后参加一家自主有得打头名。好，我要参加那节目啊，董欢喜看到阿蒋的主持人，阿思文的主持人，然后有阿浩的团队啊的服务，然后我就知道了参加活动啊，知道。保持着懂快乐的心情，从头笑到尾。就是看到要那主持人按谁期懂后手，搞得我们心情懂愉快，录得很开心。对，所以也希望欢迎电视机朋友们哈，有喊我同楼料。安志生，有你哋去讲不卡你哈。3号人呢，我来强调 V 哦，做的8年级生啊有目标要来改善这个环境这样子。先来抢维米老太家分享一下了解参加的心得。刚开始很紧张，但是主持人的让我们真的是很放松。那希望大家可以更多的支持我们友善放牧。尊重每一个生命，按用当做的吃下去的食物当做的天天空空。钟伟也请你老太家分享一下了解参加心得。根本迄个到客家电视台看到安江的两场主持人，东北的师傅还有东邦的团队。然后咩好多动作嘅煮菜嘅事情，咩食到动好食的料理，睇个安子生。你把我哥请太监来点阿婆啊，请阿婆来比赛啊。请阿婆来。系啊，请到阿婆本尊来比赛。不要只有阿婆的宫保酱。对啊，叫阿婆自己来说明一下，到底要多辣。嘿咯，就阿婆吼做到辣辣来。好啦，所以你看，无论年岁啦，就是你敢讲、敢做，就放下所有的朋友穷下来参加一家自主哦。冇错，就像大家有讲到嘅呢，其實來到陰陽棚地度哦，大家歡喜來做料理，互相來學習，分享你所堅持嘅東西，不管係老人服務，也係遊山土地都分享。你窮下來到你一家之主，窮下來老太子家分享，一家之主，你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拜拜，講來了。